好来，煞来讲这个奶鸡、内鸡。今年因为暖冬，未少的奶鸡农损失惨重。也毋过，台东太麻里的奶鸡农是反向来操作，因利用天气可化来控制，互伊提早开花。即摆奶鸡已经开甲太咯，甲永年比起来，提早2-3个月来就市，这食起来风味阁真特殊，市场的评价真好，嘛互辛苦的农民抢到机会，赚大钱。今日金针山脚的奶鸡园，规片园看过，拢是红红的奶鸡，每一粒看起来拢真饱甜。农民要甲大家讲，安怎来挑选？还有绿色就是超9分熟，这种东西要全红的话，它的酸度它才会退掉。来到现场参观讲的民众，伊嘛拢亲手焖一寡奶鸡，然后甲壳掰开了后，赶紧试食看卖，拢学到这口味有够赞。果肉很饱满，酸中带甜。这种奶鸡的品种学名叫做盐奶，是农委会农业试验所红山一大园的试验分所选育的品种。过去拢伫4月下旬开始采收，不过因为今年气候较淡，农民利用控制开花的方式，提早让奶鸡授粉结果，因此这3月初就结实啦。比起其他品种受到暖冬影响，产量估计无够2成。这个盐奶算是无共，这风味较特别，食了阁袂涩袂热。即马特级品每斤是250块，希望伫水果市场会当创造一片天。